真是无声，花季起落是无常，道绝言是无双，什么恋人光日月无光，往事杀人如剑草，冰白如山道，剑道勇士放横烧，风势起潮，苍龙断脚。往生中千载兴亡转头空，假天舟诸事如酒论英雄，万古愁不见落山锁神功，百般筹谋分酒比河水向东，古今是否笑谈中入我梦，人生几何悲壮，万事匆匆。演个追番包好看，不好看就去拿下我大哥的人头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哈哈，吕布万万想不到，董卓的手谕已不在我们手上了。如此一来，王允就有了护身符。无论如何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接下来就看王伯伯自己的造化了。快点！哎，你小心点！奇怪，此刻已是亥时，为何我们经过的每条街都这么乱？看情形，有人发动了流言之计。能在不到半日之内便将流言散播全城，时机之显然早有准备。公子的意思是，有人早就预算到今天的结果了？董卓帐下除了李儒之外，或另有一位精于谋算之人。可是他既能算到董卓将死，为何却没能往黄兰于击倒？可能因为他不是女婿吧。哦。若是狱警和献计都不被主子采纳，那么此人也只好自行安排计划了，一个为主子复仇的计划。谣言散布的这么快？对，那家伙出手比想象中快得多啊！不用怕，说。是，城内都在传。说吕将军为了一个名叫貂蝉的武技和太师反目，故设计杀害太师。军中许多人都曾见过将军和那貂蝉，所以免不了会受谣言蛊惑。还有吗？还有人说那貂蝉此刻正藏身于将军府内。主子，城中已经乱了。如果不及早应对，只怕牛府攻城时，城中有人会里应外合，而且战事若是拖下去，更会给关东群贼以可乘之机。能在第一时间就施出此等流言之计，那家伙真的不简单呢。
在对付李儒之前，我已用离间之计将其驱离董卓身边，反将他逼到牛府那里去了。牛府本不足惧，只是现在多了这个人。张辽，我的头又开始痛了。主子，还有一件头痛之事，那貂蝉要如何处置？城中流言皆因他而起。张辽，主子，我的头更痛了。怎样了？貌似还未倒下呀。蒙汗药若不用冷水化开，药力极减。这醪江的滋味还不错，麻烦再来一碗吧。是不是胖了呀？哼，难得能有这么悠闲的日子。相比你的同伙在宫内九死一生，你是不是活得太过悠哉悠哉了？你若也是来为吕布当说客的，那就像他们一样，准备好丢一根手指吧。别激动，我也觉得你拒绝主子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很好，终于有一件事能让我们达成共识了。只因我不想有个沉迷女色的主子。女色吗？主子说过，男人贪恋2样东西，一是权力，二是美色。我希望主子能只专注于前者。看来你对我的魅力颇为认同。我又不是瞎子。张将军，不如这样吧，你我联手对付吕布，然后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你我本来相谈甚欢，为什么要破坏气氛？有些话就算是玩笑，最好也不要说出口。真是一个无趣的人，跟外面那个人一样。赶紧带他走，我快被烦死了。你们2个都一样，一身臭脾气，不懂如何讨人喜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出我中毒了吗？手脚又酸又麻。我只知道你是个喜欢给我惹麻烦的家伙。等等，我不要这么用力啊！哎，你怎么又胖了？妈的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人我就带走了。赵虎，不是你的真名吧？你既曾为刺客，应该知道刺客是没有名字的吧？以阁下的资质，来日一定会名扬天下。这么说的话，倒的确该为自己选个好名字了。走了，不必远送。走好不送。兵力虽不算多，却是气势如虹啊！二公子，这样的排兵布阵看着有点奇怪啊。暗行阵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军事？若论行军布阵，此人胜我100倍。风雨将至，女婿就是半个儿子，太师未听军师之言，却错信了李儒啊！哀哉！我牛府则不同，虽然身为董太师的女婿，但终究只是一介武夫，要如何用计，全凭军师做主。为报主公之仇，贾诩定当竭尽所能。吕布自诩为光，天行有常，光明之后就是黑暗。
子曰：“人之行，莫大于孝。吕布弑父，有悖人伦，天地不容纳。杀我蔡邕容易，度天下万民之高难呐！”满口胡言，给我拉出去！拉出去！蔡中郎年迈智昏，受人蛊惑。我再说一次，有妖言惑众，乱我大汉社稷者，严惩不贷。司徒所言极是，还有谁想学蔡中郎？说我杀义父，弃尸于长安街头，任由民众唾弃践踏。义父的尸身甚至足足烧了3天3夜。此等有悖常理之言，只可骗过那些愚民。诸位都是国之栋梁，岂能轻信这样的荒谬之词？此言有理啊！是啊，问侯忠义啊！问侯说的对，亲眼所见啊！是啊，问侯所言极是。谣言止于智者。诸位，为了大汉的江山社稷，请擦亮双眼。董太师生前不是还有人说他要破皇上禅让吗？简直一派胡言！蔡邕老迈尸骨不化，才会误信谣言，冤枉将军呐！是什么人散播的流言？其情可诛！义父和我都深受流言之害，李儒虽已伏诛，但他的党羽还在。指望诸位明辨是非，休要做出亲者痛、仇者快之事。有臣明白。陈思、邵儒，还有邓真，这3个人有问题。可，不可，可，张将军，我也可。4比1，将这3人除去吧。还是用跟昨日一样的借口吗？用什么借口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快，毕竟谣言传得更快。城西一带也卷进去了，要除去的人不少啊。治乱时用重点。明白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王将军，牛府一党情形如何？号称10万，实则连2成都不到。武威营的弟兄们士气正旺，这一仗就多多仰仗2位将军了。明白，不斩牛府，誓不回城。张将军，我明白，李将军可是不想放过眼前这个立功的好机会。知我者，张将军也。那就劳烦李肃将军率本部军马一同前往讨敌。有3位将军在，是主子的福气啊。放心，牛府休想踏进长安一步。马腾和韩遂，征西将军马腾，镇西将军韩遂，此2人久居西凉，与董卓旧部素有不睦，尤其是牛府的羌人营。所以你要他们从后方进兵，给牛府来个前后夹攻。皇上虽年少，对用兵之道却是一点就通啊。嘿嘿，3面夹击，有趣。3面，皇上还有其他部署吗？你不是说为提防董卓的旧部造反，需要有人去西关调集人马应对吗？我说过吗？上次下完棋之后，你派了1名手下来，说是求一封谕令吗？谕令？要朕确认一位远亲，名字朕记不得了，好像有个德字。德？什么人？背与不背，只看皇上。在下亦是一个喜欢残局的人。侯哥，你怎么会有皇家的谕令？哈哈，放心，不是召你入宫做妃子伺候皇上的。我若为妃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也召进宫来伺候我。我不要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只是一个小礼物。礼物？给谁的？当然是送给我欣赏的人。
你说的莫不是那3个怪人里的大哥？对，有了这道谕令，他一定可以大展拳脚。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到他吗？只要他飞得足够高，就一定会再见面的。马腾、韩遂已发兵自西而入，为今之计就只有速战速决。趁吕布正疲于应付城中内乱，先剪去他的左膀右臂，武威营。此话虽有道理，只是军师啊，我方军力不及吕布3成，想要速战速决灭掉武威营，只怕并非易事。就是嘛，武威营乃精锐之师，正副主将王庞与潘成皆是威震关西的猛将，再加上吕布的亲信李肃助阵，更是如虎添翼。连那凉州第1刀也被李肃斩于剑下。咱们几个纵横沙场数十载，面对这样的对手，也不敢说出速战速决这种话来。诸位可是信不过贾诩？哼，年轻人经验尚浅，行事如此激进，难怪董太师只信李儒。只信李儒，下场就是如此。主公大业未成身先死，如今尸骨未寒，诸位却只顾苟且贪安，竟忘了大仇未报吗？放屁！深仇大恨到死也不会忘。咱们与吕布不共戴天。小子，别以为你顶着八旗的名头就可以。既知我是八旗，为何还敢质疑？我只要1成兵力，5日之内不败李肃，不留人头。1成兵力，天，疯了吗？晃天下之大谬啊！连下4日大雨，今夜终于可以发兵一战了。后军跟上，刘府的前寨就在坡下。刘府平素仗着自己是太师女婿，横行无忌，我早就想与之一战。武威营最善夜袭，今夜过后，你我的威名必将传遍关西。老王，不知是不是连日大雨的缘故，你看这地上，妈的，这地下早就被人凿空了。此地既叫做落松坡，为什么一棵树都看不到？想必是都被这里的人砍伐殆尽了吧？不然长安城哪得如此繁华？那些雕梁画栋又从何而来？暗行阵法，此地正是绝佳场所。暗行阵法。孙子曰：“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知此而用战者，必胜。”不知此而用战者，必败。
此上将之道也。这是什么鬼神之术？吕布的手下一个都不要放过！水晶奇人，水晶奇人呐！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。此三人有勇无谋，择地失当，害得武卫营全军覆没。吕布痛心疾首，请温侯亲率全军剿灭反贼，为弟兄们报仇。贾诩，吕布来会你了。一听见吕布之名，就望而却步了吗？不是因为吕布，只因再见长安。一夜之间，武威营尽灭，李肃、王唐、潘成被斩，水晶门下实在是可怕。吕布的厉害，咱们都领教过，不知他此刻正在盘算什么诡计。长安，天下第一城，号称无人可破。诸位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败吕布，不留人头。条件如旧。对，一城兵力5天之内。浪淘尽，风流细，江如烟，不及黄泉不相见。英雄不觅初心奈何岸，不及黄泉不相见。一城兵力5天之内，不败吕布，不留人头。孤